大家好，歡迎嚟到莫老師中文教室啊！呈分試就快到啦，今次係你哋5年級第一次嘅呈分，咁大家都應該好緊張啦。開始温書未呢？開始温書嘅同學請舉手。誒，喂，其實要開始温噶咯喎，因為應該剩翻1個月唔到嘅時間啦。嗱，咁咧，我哋今日咧會上咧叫做模擬考試嘅講解課。今次嘅模擬考試咧，總共分咗做4份嘅，每一份咧就佔個分數會有少少唔同，但係咧個時間咧，我希望你哋都用咗15分鐘去完成嘅。咁加埋咧嗰4份試卷咧，就會變成咗一個100分嘅整體嘅試卷。咁我哋今日咧好高興請到4位同學咧參與關於常見題型嘅講解課，請佢哋介紹下自己先。大家好，我係羅心妍。你好啊，心妍。大家好，我係田庭偉，我係嚟自基督教宣道會徐達吳記念小學嘅。你好啊，庭偉。你好，我叫何卓妍，我嚟自元朗官立小學。你好啊，卓燕。大家好，我叫劉立成。係立成你好。嗱，咁咧上堂之前咧，我想問你哋咧，係咪已經 download 咗呢份試卷落嚟，亦都已經完成咗嘅咧？係嘅同學可以俾大家望下你哋嘅成果喎，係咪都做完噶啦？有嘅，有啲同學就喺 iPad 度做，係咪？有啲同學咧望住部電腦咧寫落去嗰個紙仔度都可以噶喎。咁所以呢個課堂唔係一定要印出嚟嘅，有 printer 當然好啦，印到出嚟就可以喺個紙本嗰度做。嗱，咁咧就呢份試卷，你望唔望到咧？佢有少少特別之處喎，就係佢嘅佔分係46分嘅。有啲學校咧，每一個題目嘅嗰啲佔分有啲唔同，例如有啲直資學校可能佢側重喺個閱讀理解度，閱讀理解佔分比較多啦。咁我哋呢度咧就一半半嚇，呢度咧我哋今日呢份試卷就一半半，有46分係屬於常見題型嘅，跟住咧我哋之後仲有一啲嘅分數，有3份試卷啦嚇，之後你哋可以睇埋剩翻嗰3堂。咁咧你哋要用15分鐘之內完成，你哋估唔估到點解用15分鐘啊？通常考試幾多時間嘅？60、50。哦，一個同學就50，一個同學就60，睇翻你學校咧本身俾個要求，但係正常嚟講應該係60分鐘嘅。咁如果60分鐘咧，我哋嗰個每一頁咧嗰個佔分咧，其實個時間嘅比例有啲唔同嘅。常見題型，你哋平時有冇計過自己嘅時間，會用幾多時間完成一頁嘅咧？好，2、3分鐘到。2、3分鐘做到一頁咁犀利嘅你，咁快嘅？仲有冇同學有係其他？4分鐘。4分鐘、3、4分鐘，係咪？其實都比較接近。我自己覺得咧，如果時間太少咧，自己好緊張，可能會令到你作答嘅時間咧冇咁準確嘅。咁所以咧，同自己講，我自己咧就計過個時間嘅。其實如果你哋咧能夠喺5分鐘之內完成到一頁常見題型嘅題目咧，其實就比較咧叫做理想啲嘅，啱啱好嘅，唔會太多，唔會太少，但係千祈唔好超過5分鐘。如果唔係咧，就會影響咗你之後嘅作答噶啦。好啦，喺咁時間分配方面咧，我哋已經講解咗啦。嗱，望到咧，我哋今日有總共咧7個部分啦嚇。第一個部分就大家比較常見嘅公詞填充嘅題目啦。一般嚟講，學校會俾範圍嘅，範圍裡面嘅嗰啲詞語，大家要溫熟佢。做嘅時候會有一啲特別嘅技巧嘅，例如前面、後面一啲重要嘅線索，我哋會圈住。咁啱我哋都有4位同學啦，每一位同學不如示範一下，你會點樣去處理嗰條題目好嗎？就心言先啦。如果第一條咧，我哋要圈低前後一啲嘅重要線索，你會圈低啲乜嘢字咧？慶祝。你會圈低慶祝，俾住我咧圈慶祝就冇咁直接嘅，會圈埋活動，因為我要諗下用乜嘢嘅動詞放喺個活動裡面，常用嘅，你嘅答案係乜嘢？乜嘢一個活動？規劃。規劃一個活動，好似讀錯咗，不過我知你應該揀啱嘅。呢個字係讀籌劃，非常之好啊！嗱，籌劃即係我哋會籌備兼且計劃，加埋就係籌劃一個嘅活動。活動我哋可以用呢個字啦。好，第二條請評委負責啦。第二條你會圈啲乜嘢字呢？我會圈係買了很多紀念品。好好，即係買咗好多嘢啦。咁邊一個詞語同買咗好多紀念品係有相關㗎？滿載而歸。好好啊！咩叫滿載而歸啊？即係拎住滿嘅嘢翻嚟咯。係啊，你可能裝住好滿嘅嘢，滿晒，可能成架車都滿晒你啲戰利品係嘛？咁就翻屋企，咁就叫滿載而歸啦。第三條請阿卓然負責啊，係你會圈啲咩字啊？會圈下下起傾盆大雨。
好，下起傾盆大雨來，再前面加多個佢預測會落雨，跟住下起傾盆大雨，咁你覺得個答案係咩呢？俾少少 tips 你好嘛，卓然？呢個字呢，其實係指個事實同你預期嘅係啱啱好係相符嘅，即係人哋預測咗，跟住嗰件事係發生咗，真係發生咗嘅。咁所以邊一個字有咁嘅意味呢？果然係啦，就係果然，唔係好難嘅啫，唔好俾佢嚇親喎，知唔知啊？總之你前後重要嘅線索圈住咗，邊個個意味最強，你咪揀佢咯。好，立成到你啦，第四條我會圈係一直沉默寡言，寡言係係，跟住咧。的志明得到全港朗誦冠軍。好啊，不過咧我自己唔圈咁多嘅，因為通常咧我哋圈嘢就圈重點，所以一直沉默寡言同佢咧朗誦冠軍呢兩樣嘢加埋，喂本身佢唔多講嘢嘅喎，朗誦冠軍喎，兩樣嘢加埋，咁大家嘅感受係乜嘢咧？驚訝，驚訝，非常之好，咩叫驚訝？驚訝真係好 覺 shock。得好 shock，佢哋用英文係咪？好意外係咪？講得好好啊！咁呢度咧係2分一條嘅，大家可以幫自己剔一剔睇下，可唔可以攞到加埋係8分嘅分數啦。咁啊自己剔咯喎。好，完成咗啦！公詞填充其實記得自己翻學校做嘅時候，考試嘅時候都用翻呢個步驟，可以令到你個答案更加準確啊！不公詞填充就有少少難嘅，加上咧佢同你講咗要4字詞語啊，2分一個。有啲學校咧係會有範圍俾你溫噶啦，如果冇範圍嘅話，你就要跟翻前後重要線索去諗下你自己識嘅詞彙裏面有邊一個係最啱噶啦。好似第一條咁樣啦，如果莫老師做咧，我會圈住必須謹慎處理。咁所謂必須謹慎處理，即係我哋做嘢嘅時候要好小心。如果呢一個係一個正面嘅，我哋唔好做啲咩，就唔好做一個反面嘅嘢。咁所以就小心嘅相反詞。4位同學，你哋揀咗啲咩答案呢？可以嗌出嚟，等我哋睇下邊個啱先。小心謹慎嘅相反詞，含糊，含糊咁就兩個字噶咯，要揀4個字先可以攞到呢2分喎。俾少少 tips 你哋好冇？嗱，一個最簡單嘅粗。咁大意。係粗心大意，其實粗心大意咪就係我哋小心謹慎嘅相反詞，即係做嘢你唔夠小心啦。咁另一個咧可行嘅答案，你可以寫掉以輕心。有冇同學寫咗掉以輕心？兩個都得，係啦。有冇同學你其實冇漏空咗啊？你哋全部都冇寫到，係咪啊？啊，咁所以就呢度就冇咗2分啦。咁你自己扣分咯喎。咁第二條咧，我哋要做嘅時候咧，就要圈住堅持同埋自己嘅發明。即係嗰樣嘢咧，你係會繼續做。心妍，我見你舉手喎，係，請講。堅持不懈。堅持不懈，啱咗喎。學校有冇教過呢個字啊？冇，不過我都上網揾。唉，上網揾考試又冇得上網揾咁就大鑊啦。考試冇得上網揾，你就要溫熟你自己嘅範圍，係啱咗啊！堅持不懈。其實仲有多一個可行嘅答案係形容佢嘅意志好堅定，唔會因為人哋嘅嘲笑而放棄。有冇同學估到係邊個字？4個字，不咩咧？不 X 不 X，好，自己填落去。不咩咧？大聲啲，係立成。不溫不冷。啱咗啦，不屈不撓啦，就係即係你能夠堅持落去，冇咁容易放棄嘅意思。咁啊2分一條，咁啊自己幫自己俾分咯喎。其實你會發覺不公詞填充咧，同公詞填充嘅嗰個技巧幾乎係一樣嘅，只不過係佢冇得俾你揀，你要喺你自己溫習嘅嗰個腦海裏面揾翻嗰啲詞語出嚟，所以佢難度會比較高啲噶。好啦，嗱，排句成段，跟開莫老師上堂嘅同學都知道排句成段嘅技巧。我哋首先要圈4樣嘢，可唔可以嗌到出嚟？邊4樣嘢？詞名詞，仲有咧，連連接詞都有用嘅，連接詞都有用嘅。標仲有咧，詞語時間時間詞有用，仲有冇？代標詞語標示語咧就喺段義理解有用啊，係你係記到啲嘢，但係記錯咗少少唔緊要。明代時連即係名詞，我哋通常會放喺個句子嘅最前或者比較前嘅部分。知唔知咩叫代詞啊？驚你哋唔知喎，咩叫代詞啊？即係可能他啊嗰啲。非常之好，其實亦都即係人稱代詞，他啊嗰啲咧，可以係男仔他、女仔他、死物他、動物他，咩他都得。咁因為我哋前面有個名詞出現，先會用個他嚟代替。他通常會放喺第2句或之後嘅。
仲有連接詞，我哋會睇到佢嗰個邏輯嘅順序啦，例如因為會放頭，所以會放尾，雖然會放頭，後面會跟住個但是啊等等。咁時間詞最簡單啦，睇到佢時間順序啊嘛。例如你早上唔會無端端一下就去到晚上嘅，可能中間會加多個中午啦。咁呢度咧，我哋試下圈一圈字先。A 圈住漸漸地同埋種子，B 圈住每天放學回家同埋我，C 圈住去年春天同埋我，D 圈住看着同埋個他，E 圈住經過同埋我嘅悉心照料，F 圈住現在同埋個他。嗱，我哋試一試去做一個梳理啦，因為佢都比較多啦。我哋有一個係一定會放喺最後嘅，知唔知係邊一個 F， ？F 點解嘅？因為佢講而家。再係應該係最後。現在係最後，因為佢現在其實係講而家呢一刻，其實係個結果嚟噶啦嘛。好好啊。咁然後咧，我哋咧要揀一個一定會放喺最前嘅，係乜嘢？時間詞會幫到你，你哋幫我睇下。去年嘅春天咧，會係一個時間詞。每天放學回家咁快，但係個他喎，有個他就唔會放喺第一個咯。有個他就一定唔會放喺第一個咯，所以小心啲喎。我哋揀咗個 C 先。咁我想問啦，頭先你個每天放學回家應該放喺邊啊？第二個。第二個先啦，非常之好。因為咧，我哋話種咗粒種子，然後個他咧其實講緊呢一個種子，咁所以咧 B 呢個就會放喺第二個嗰度啦。好啦，咁幫佢去除草啊、澆水啦，跟住下一個應該係乜嘢？二即係經過佢嘅悉心照料，好，照料咗之後會發生咩事？佢就發芽咯。佢就會發芽咯，係呀，漸漸咁發芽咯。跟住咧，跟住佢開始慢慢發芽，係就其實每一日長高咯。好好。好好，呢個係先講嗰個你個成就感、你個情緒係咪你個心理嘅變化？因為係你見到啦，呢個長高咧，其實係講緊前面呢個動作發芽同埋長出啲小葉子，同佢咪有相關咯。所以答案係 C、B、E、A、D、F 喎。咁啊，有冇同學啱晒啊？3分一條。有一位同學啱晒嗱，咁咧原來咧呢度咧係前後調轉都會成條冇分嘅，所以做呢啲咧一定要小心咁用明代時年去觀察一下，究竟自己有冇做錯咗、排錯咗，少少錯咧都會攞唔到總分，攞唔到滿分嘅。呢度係要全對才給分。好啦，冇問題嘅，卷喺後面啦。重組句子，你哋平時又會點樣去處理啊？我哋可以知道咗句子嘅基本結構係乜嘢詞，再加乜嘢詞係最基本嘅結構。唔記得咗？有連接詞。你連接詞係連接詞會幫到你嘅，因為連接詞咧會幫你判斷到佢係乜嘢關係嘅複句啊。咁但係我哋知道咗係咩關係之後咧，我哋可以揾一個名詞放頭，後面再加個動詞或者形容詞放後咧，去慢慢梳理佢。咁嗱，我哋試一試先。例如第一條啊，第一條你哋幫我揾下有冇任何連接詞？儘管，儘管，仲有冇？還是。還是，非常之好啊！咁儘管放頭定還是放頭嘅咧？儘管。好啊，咁啊儘管啦。好，儘管完之後咧就揾名詞咯喎。名詞係邊個？識唔識讀？警察或者歹徒。係，其實係歹徒放先嘅。好，儘管歹徒，歹徒嘅形容詞或者歹徒嘅動詞係乜嘢？儘管歹徒。狡猾的歹徒。狡猾。咁喺儘管歹徒狡猾嘅中間，我哋可以加2個字，令到佢更加通順啦。我哋話就算佢咁鬼狡猾，咁邊個字係有咁鬼狡猾嘅意思咧？詭計。詭計，詭計係一個名詞嚟嘅，係啦。咁我哋啱啱話要揾一個狡猾放落去，只不過咧，儘管歹徒狡猾係唔通順嘅，如此狡猾係啦，即係咁鬼狡猾。標點符號咩號？逗號。因為係啦，複句用逗號。好啦，跟住繼續咯。名詞係邊個？名加動。第二個名詞係頭先一同學識嘅歹徒嘅另一個名詞，他們的。第二個人物，第二個名詞，警察。警察，警察做啲乜嘢？連接詞。最終。最終識破。最終係咪？sorry，唔好意思，最終都係連接詞。最終乜嘢？還是。還是2個連接詞黐埋，跟住咧動作，動詞名加動嘛。
動詞係識破了他們的詭計。詭計，係啦，詭計，還是識破了他們的詭計？句子完結要加個句號，就是這樣子。咁所以咧，你發覺咧名詞加動詞咧，你會大概知道哦，識破係個名詞加動詞嘅動作。咁動作呢個識破咧就會連住個詭計嘅，咁慢慢咁串連咧就會快好多揾答案噶啦。好啦，咁啊第一條唔知你哋啱唔啱啦，都係三分一條啊。下面呢條有冇任何嘅連接詞啊？有有冇揾到連接？唔係，因為尋日太即因此，有因此咩？即使係即使，仲有咧？仲有嘅喎。也要非常之好。嗱，咁呢度咧，我哋見到即使同也要啦。咁我哋揾咗個連接詞，即使放頭定也要放頭？好，即使啦，呢條有少少難嘅，呢度應該係有兩個逗號嘅，個人物反而要放喺最後嘅。咁所以我哋呢度咧揾咗第一個名詞先，我俾埋你啦。第一個係身體，身體係個名詞，名詞有啲乜嘢形容詞可以形容個身體咧？個身體好乜嘢？精神。精神，個身體好精神，精神應該係一啲心理上啊或者精神上嘅嘢嚟喎，身體嘅肉體嚟嘅咯喎。咁精神嘅形容詞，你可以形容個身體好，用啲咩形容詞？好攰係咪？疲憊。咁所以應該係身體乜嘢疲憊？感到感到幾咁疲憊啊？咁十分疲疲憊。標點符號咩號？逗號。好，跟住下一步咯喎。除咗身體之外，頭先你都答咗個嘅，仲有另一樣嘢都好辛苦嘅。邊一樣嘢？除咗身體，仲有另一個係諗到精神。精神發生咩事？精神嘅動作係乜嘢？崩潰。好啦，不過未崩潰咗啊！崩潰咗就帶咗你去呢個青山醫院噶啦，係幾乎崩潰，就快崩潰啊！標點符號咩號？逗號，繼續啊！好，跟住就真係揾個名詞啦。個人名係邊個？人物係邊個？他做乜嘢？也要堅持到底。所以咧，你前面搞掂咗，後面咧也要堅持到底，你就即刻見到，係咪啊？咁所以咧，有時做到句子好得意嘅，最難就係最開頭嘅時候，一半咧你就越嚟越通噶啦，咁就可以識得做啦。咁都係三分一條嘅。咁希望你哋記得名詞加動詞係基本嘅組成嘅結構，連接詞幫你先分咗係咩嘅一個嘅複句先啊。好啦，咁跟住咧呢一種題目咧，基本上咧用啱嘅技巧就答啱晒噶啦。咁我同你哋重溫多次技巧，圈啲乜嘢，好冇？咁啊，逐個同學嚟咯。今次心言第一條，你點睇？都有。咩話？大聲啲。咩囉柚啊？對偶啊，係嘛？係對偶。咁點樣做啊？對偶點睇啊？你？字兩邊字數一樣。字數一樣，叻。第一個，我哋見到佢字數一樣。第二樣嘢咧？詞性係相對啦，例如前面嗰三嚿，前面嗰四粒字同後面嗰四粒字，後面嗰三粒字，佢嘅詞性係相對嘅。咁同埋佢有幾多句？兩句。超過兩句就唔叫噶啦，兩句先叫對偶，好冇？田庭偉，第二條你會點做？第二條，我會圈彷彿。見到彷彿嘅話，呢個係一個好明顯嘅一個預詞，有個預詞喺度，所以佢係名譽嚟嘅。記住啊，當個彷彿啊、似啊、像啊嗰啲係預詞嘅時候，佢就叫做明喻噶啦。如果係是啊或者變成啊成了，就叫做暗喻噶啦。出現到你啦，第三條你會點做？我會眨着眼咯。邊一個眨着眼？係啊。邊個眨？係擬人。點解？因為星星其實唔識眨住眼好奇望住大地啊嘛。非常之好，所以如果我咧，我會圈埋個星星，因為星星係唔會做到眨眼呢個動作，人先識做嘅。立成到你第四條你點做？立足之地咧係指我能夠放隻腳喺度嘅地方。佢話佢細到連隻腳都放唔到落去，有冇可能間屋細到咁先？誇張。係啦，叻啦！如果你發現嗰樣嘢係唔合理嘅，咁你就可以話係誇張啦。最後一條，不如四位同學一齊答我啊！排比，點解係排比？啱啊！
有閱讀可以重複咗3次，係非常之好。重複咗幾多次話？大聲啲。 3次。冇錯啦，如果你係3句結構相同嘅嘢放埋一齊叫排比，唔一定3句噶，有時4句，有時5句噶，通常係3句啫。好啦，呢度係1分1條嘅，請自己俾分咯。講埋後面，呢度咧我哋仲有2個部分啦。標點符號咧，如果佢話每題1分，共10分，咁即係呢度總共會有幾多個標點咧？係會有10個標點噶喎，你哋識唔識睇噶？咁但係有一啲標點咧，我哋自己數嘅時候咧，我哋會當1個標點符號去計算嘅，記唔記得係邊啲標點啊？溫習一下，寫出嚟好似係書名號、開戶號、開山引號、雙開山引號。係，唔該晒。開引號、雙引號、括號、書名號呢一啲咧，雖然寫出嚟好似有2個咁，但係計嘅時候咧，我哋會計1個標點噶。咁呢度咧，我哋快少少啦，我哋4位同學一齊答。李小龍係人名，我哋要加專名號。專名號，好，跟住後面咧係攞嚟補充說明李小龍佢嘅身份，所以喺李小龍同一代武打巨星中間，我哋要加個咩號？括號。括號就冇個他字咯，因為有個他字。破1至2嗰個唔記得叫咩地破折號，唔該晒，唔好唔記得佢叫咩名，佢叫做破折號啊！成日考咧呈分試嘅時候都會出嘅。呢個破折號長少少嘅，咁咧係表示咧後面係補充說明前面個名詞啊。好，咁喺個他嘅前面咧屬於句子嘅中間，所以用咩標點符號咧？逗號。逗號。他在電影嗱，電影講到明咯，我唔知你哋知唔知咧？電影呢啲藝術作品會用咩標點符號？書名號。書名號。咁所以咧呢度咧，你估下呢度有幾多個電影？精武門猛龍過江，你估下有幾多套電影喺度？1個。即係成套啊，叫精武門猛龍過江咁樣啊？咁其實唔係噶，有冇同學有睇過？其實呢度有幾多套？冇睇過，冇聽過。2套。猛龍過江2套。係精武門1套，呢度1個，猛龍過江1個。咁原來呢度已經用咗2個標點噶，而佢中間咧，因為數緊嘢啊，所以中間用咩號？2個電影嘅中間，2套電影嘅中間，我哋會用個頓號，頓號。唔好用號都用頓號得啦，2個句子，2個電影嘅中間。好啦，跟住展現了精湛的武藝，跟住咧咩號？句號。句號。他曾說過嗱，講過啲說話嘅時候用咩標點符號？說話啫喎，最熟噶啦，你哋。冒號開引號。係冒號開引號啊！修練格鬥藝術並不是為了傷害別人。見到而是係連接詞，連接詞嘅前面用咩號？逗號。逗號啦。而是為了挑戰自己的極限，佢用咗感嘆號俾你啦。但係仲有個標點符號唔好漏喎，知唔知係咩號？山引號。山引號。係啦，所以咧，如果你一陣間淨係用咗開引號冇加關引號，你咪答錯咗咯。咁你自己數下，呢度總共會有10個標點，多咗係會俾人倒扣分噶，少咗自然攞唔到分啦。係數咗啦。6、7、8。 8個，我聽到立成你有8個係咪？其我有他同9個。 9個，你攞到我答9分啱係咪？咗9個。答啱9個你扣1分咯。咁你哋自己減翻1分咯喎，喺呢份試卷上面。好啦，咁我哋講埋咧詞義辨識同埋斷義理解啊。詞義辨識咧，其實考緊一種叫做近義詞嘅概念啦。做嘅時候咧，其實同填充好接近嘅。我哋頭先第1、2個部分咧，咪係教咗點樣做填充嘅。做嘅時候，例如前面表現得點樣，佢係帶領人哋去疏散。咁你覺得佢表現係好定唔好先？好好。好好，咁我哋應該係揾一個褒義詞咯喎，咁所以你喺 A、B、C、D 裏面，我哋喺4個近義詞裏面揀一個咧個詞性係屬於褒義詞，好嘢嚟嘅。咁我哋有遲鈍啦、散漫啦、鬆容啦同埋緩慢喎。你哋用隻手指嚟話俾我聽，你用咗乜嘢答案啦？如果你覺得答案 A 嘅俾1隻手指，個答案 B 嘅俾2隻手指，如此類推。好，我見到啲同學揀咗3隻手指，另外2位同學咧，阿心妍就揀1嘅，立成你嘅答案係指高少少睇唔到，係3嘅，咁啊得女仔你1位揀 A 喎，咁我哋講講啦。原來咧你形容人哋遲鈍咧係講人哋反應好慢啊。咁如果你反應慢咧係好定唔好啊？我想問，係褒義詞嚟嘅，唔好嘅。所以咧答案咧就唔係 A 啦。咁咧另外有3位同學咧就揀咗鬆容嘅，其實鬆容就啱嘅，因為鬆容係一個褒義詞嚟嘅，表示咧佢處事好鎮定啊，不慌不忙嘅意思咯。係啦，咁就啱咗啦。咁有冇同學知道咩叫散漫啊？散漫係好定唔好噶？好。
好啊，即係我讚你好散漫，你阿媽成日讚你，喂阿立成你好散漫嘅啫，咁樣啊？打慢好慢，散漫就唔係淨係講好慢，其實散漫咧係貶義詞嚟噶，唔好噶。咁呢個咧散漫咧係講你做嘢咧漫不經心啊，唔集中啊，心不在焉啊咁樣啦，可能就真係講緊你啦。你唔好以為媽咪讚緊你先得噶，佢講緊你咧上堂唔專心啊，知唔知啊？話你好散漫。好，咁第二條啦，我哋話咦有雖然呢個字喎，佢話啲人依然咧好勤奮好學嘅，形容佢嘅資源嘅。咁形容啲資源應該係多定係少先？首先多定少？少嘅。咁呢度有邊個字可以形容啲資源少咧？ B B 非常之有匱乏啊！匱乏專門係指一啲物資啊資源嘅短缺嘅。咁但係 A、C、D 你有冇唔識解啊？或者你揀咗你答錯咗㗎？有冇同學想問 A、C、D？大家都好肚餓喎，一路上堂一路食嘢，係唔緊要啊。A、C、D 係有冇疑問？我食嘢㗎。啊，冇問題，你肚餓啊嘛，啱啱放學係咪？係啊，都好多謝你哋做嘉賓咧，即刻衝嚟。好啦，咁呢度咧，我哋咧就第三四部分咧就係考評分試經常出嘅，屬於 PS1 題型，有技巧要用嘅。咁我哋不如同啲同學咧一齊重溫下3種技巧先啦，教咗佢哋先啦。首先一定要揾嘅揾乜嘢？連接詞，嗰啲唔係叫連接詞，其實嗰啲叫標示語。例如但啊、卻啊、其實啊、所以啊、因此啊、總括而言啊，嗰啲咧就叫標示語啊，或者標詞詞先。係啦，咁第二樣嘢咧，如果揾唔到標示語，可以用咩方法？首尾句係啦，一係就頭嗰句，一係就尾嗰句。如果首尾句都揾唔到答案嘅話咧，咁可以用歸納嘅方式啊嚇。好，咁第一條咧有冇任何嘅標示語先？有冇任何標示語？我問到。如果好啊，咁我揾如果嘅話，即係要睇後面呢句噶咯，即係如果有天賦而唔努力，咁即係我哋調翻轉。通常見到如果嘅話，如果嘅後面嗰句我調翻轉嚟諗，即係我哋有天賦而唔肯努力，就即係我哋要努力。呢度咧提到兩樣嘢嘅，係提到努力嗰樣嘢，同埋一事無成嗰兩樣嘢。A、B、C、D 邊個答案裏面有晒呢兩樣嘢？有關於努力，有關於一事無成、成唔成功嗰啲嘢。你手指俾我睇，話俾我聽你嘅答案係乜嘢？哇！呢隻咩手指嚟㗎？係佔晒成個畫面喎，3個好多同學都覺得係啱咗嘅，因為成功咧對應嘅係一事無成，不斷地奮鬥對應嘅咧就係努力，咁所以答案就會係 C 咯。記住咯，佢唔會用 exactly 嗰個時間擺落去嘅，佢係個意思相關嘅嘢放埋落去，所以大家自己做嘅時候小心啲啦。呢度咧都係3分1條啊，都係3分1條。好啦，咁第4條咧有冇任何嘅標示語？有冇標示語？冇。有冇任何首尾句幫到你揾答案？有個話咁係咩啊？如果你揾到標示語，有冇但啊、卻啊、因此啊、所以嗰啲字眼？我話首尾句啊。你話首尾句？首尾句，但係首句嘅話就會淨係揀到國寶同埋講佢深受人民嘅喜愛噶咯。咁所以咧，如果你係用咗呢個方法，係會答錯咗嘅。原來呢度咧，你係要圈低咧一個用歸納嘅方式，講佢有咩嘅身體，講佢有咩嘅皮毛，講佢有黑眼圈，然後講佢用啲食啲乜嘢，同埋佢性格係點點點。呢一紮嘢加埋咧，其實 A、B、C、D 裏面邊個係最能夠概括到歸納到咧？我見到心妍你揀3。你覺得佢係受保護動物，即係話佢啲身體同佢啲皮毛係受保護動物。D 啊，D 啊，卓都係揀 boy，講佢嘅外貌，身軀皮毛黑眼圈係外貌，習性講佢食啲乜同性格係佢嘅習性，所以答案的而且確係 B 啊。咁咧，我唔知你哋咧個總分係幾多啦，大家咧可以用咧46分作為一個總分，睇下你哋咧呢3頁裏面咧減咗幾多分咧，就知道咗第一個部分你卷1係攞到幾多分啦。咁都提多你哋一次咯喎。呢個模擬考試嘅練習咧，總共會有成4份試卷㗎，呢度係其中卷1嚟嘅啫。多謝4位同學一路食嘢一路參與今日嘅課堂啊！你食麥樂雞咁開心嘅，係啦，咁有冇任何疑問啊？想代表各位同學問莫老師㗎啦，有冇咧？不如報名食呢個好搞笑。咩話？即係你想問呢個麥樂雞好唔好食係咪啊？大家想問下你個麥樂雞好唔好食喎？係好肚餓係咪？好啦嗱，咁咧我哋今日嘅課堂就去到呢度啦。如果大家冇疑問，我哋一齊同觀眾講拜拜啊！拜拜，拜拜。